邊啲嘅小朋友啦？打俾5秒鐘你哋就係。97啊！台下嘅同學嚟到講必須要安靜，唔係咧就會扣咗呢個題目嘅分數。係1997年7月份嘅出生嘅小朋友。唔得，錯嘅。本嚟啱嘅，咁你太過仔細啦，只需要97年啫，唔係香港嘅7年，放到97年嘅就可以。咁第二題。有三個人啊，千里迢迢嚟到香港。呢個劉德華超級狂嘅，邊個城市嚟嘅？佢哋嘅對嘅，得10分。第三題目，香港貨櫃裝社區嚟講，主要集中喺香港嘅邊個地區啦？葵涌。佢哋對嘅10分。第四題，我成日聽講嘅黑色黃金，係指邊一種嘅燃油啦？1、2、3、4個鐘。石油。當我數到5嘅時候咧，就唔會再講啦。我講到5秒鐘。數得好快嘅。係啊！你問留意我數得好快嘅喎。OK， 今次咧阿苗倫老師嚟接。當佢對嘅，冇接到。得10分。第5題，行政長官任期係幾多年？5年對嘅10分。第6題，有2種動物好可愛動物喺北極嚟嘅，會喺海洋公園短暫上出嚟。北極虎狼同埋乜嘢？北極。大聲啲，1、2、3、4、5、夠鐘。北極狐。通常數得好慢㗎啦，好快樂。要取消啦呢個。北極係啦。第7。有一個城市係屬於大中華區嘅，剛剛叫嘅人均嘅 GDP 超越咗香港嘅，到底邊個城市咧？1、2、3。上海。錯嘅。呢個要知道係澳門。第8題，近幾年咧就叫藝入深水埗，我住嘅深水埗。最貧窮嘅深水埗，有4個日本係演出咗啲全語音。烏鴉，OK， 烏鴉，對嘅。第9題，智能身份證嘅成個運領咧，剛完成咗啦，幾時？3月31。1、2、3，大聲啲。3月31號。3月31號答對嘅，10分。第10題，政府而家正同一啲民間嘅團體咧商議點樣保存呢個幾有歷史價值嘅碼頭。碼頭。隊長。碼頭。請再講一次。皇后碼頭答對嘅。咁一 D 班嘅得分而家210分，咁剩翻2組嘅題目啦。咁就剩翻 A 同埋 C 啦，中意濕嘅 ES， 揀 A 定 C？C 係。開始啦嚇。我都好跟住揾。